喺2026年嘅7月4號，我已經離開咗秘魯啦，去咗下一站就係厄瓜多，厄瓜多或者你可以叫做厄瓜多爾。咁啊，我想喺呢度咧，藉呢個機會咧，想補充翻啲資料㗎。我喺舊年即係2025年嘅12月8號開始呢個南美洲之旅，一共去咗5個國家，等我數數啦，係咪先啊？巴西啦，跟住就去咗阿根廷啦，阿根廷就過去巴拉圭，搞錯咗入唔到境唔算數，因為原來要簽證。跟住烏拉圭又冇去，原本計劃都冇㗎啦。跟住就智利、秘魯、厄瓜多呢個第5個國家。我下一站將會去哥倫比亞啦。咁委內瑞拉都唔去㗎啦，大家都知道發生咩事。另外一邊因為交通好複雜嘅，喺東邊嘅南美洲嘅東邊嘅法屬圭亞那同埋蘇里南，好麻煩。都唔想搞咁多嘢去嗰邊啦。咁啊，跟住言歸正傳啦。今日呢條片咧，就係講我第一日到達厄瓜多。咁啊，首先講講厄瓜多嘅情況係點喎？因為成個行程入邊啦，我識個旅程啊，其實受制於喺最主要啦。嗱，因為之前個部分就受制於喺6月24號有個太陽祭啦，非常之出名嘅喺秘魯。咁啊，第二個受制咧，受限制就喺10月30號至11月2號嘅喺墨西哥舉辦嘅死亡節 The Day of the Dead。聽講都好出名㗎。咁啊要走啦嚇 ，OK。厄瓜多就令到我嗰日厄瓜多呢度咧，我只係住得19日。咁其實厄瓜多好多一啲靚嘅天然資源啦 ，OK， 因為佢仍然喺安第斯山脈嘅東南西邊 ，OK。其實咧喺厄瓜多咧有個好出名嘅地方叫 Santa Cruz 嗰邊咧就要搭飛機過去㗎。嗰邊咧最特色一笪地方咧就係可以啲海獅咧喺啲碼頭啊，喺啲餐廳嗰度啦。成日都見到啲海獅，啲大自然景色好特別。咁又會見到鯨魚啦，有堅鳥啦 ，OK。咁最終我係冇去㗎。咁厄瓜多咧，我最主要係探索一啲人民啦、城市啦、文化啦 ，OK。大自然景觀就大自然景觀，接觸人就比較少嘅，接觸大自然多啲。例如去喺玻利維亞嘅 Uyuni 啦 ，OK， 咁嗰啲環境通常接觸大自然，都接觸好多喺 Patagonia 好靚。咁所以咧喺厄瓜多咧就去3個城市，第一個首都，通常我一定揀首都㗎，叫做 Quito 基多。跟住第二個咧就 Otavalo， 第3個就 Cuenca， 一共19日。咁今日呢一條片係點咧？最主要講我第一日到㗎。我第一日到達，介紹個 Airbnb 啦，喺街上買咗少食物啦。咁你留意下嗰度啲鋪頭好特色㗎，我特登影咗啲鋪頭。睇啲鋪頭你就發覺，咦？點解咁似好似1970年代香港啲鋪頭咁嘅咧？都好特別嘅嚇。咁我相信厄瓜多呢笪地方好多人都好陌生，亦好多人都未必喜歡去旅行嘅，咁你就可以睇下由我嘅視角去睇睇，厄瓜多係點啦。因為今日嚟到嗰條片係講我因為住喺Old Town 啊，就唔係住喺即係正式即係新 New Town 啦 ，OK。咁係變咗希望你哋慢慢欣賞啦。好暢順咁上咗的士啦。呢個大哥幾好啊！剛才有個好愉快嘅經驗，佢哋喺機場門口兜下，
好好笑容。咁咧開價25蚊，跟住佢話我話我叫 Uber， 咁跟住咧 Uber 開出嚟係20，咁就話俾22，跟住好開心啊，梗係俾佢啦，爭2蚊即刻上車，就同佢影張相，嗰個司機幾好。啱啱入到嚟呢間都唔知係咩嚟嘅，唔知係咪酒店定乜啊？睇唔明啊！呢個建築物，但係呢個公共空間嚟嘅，睇佢就應該有呢啲應該係房嚟㗎啦。咁而家我就住呢間，咁因為而家啲 Airbnb 咧就唔係以前嘅 Airbnb， 咁而家嗱，我開始盡量咧一齊驚喜，我冇入去㗎。我未入到去，而家係一齊進入。即係以前咧，我就入咗間屋咧，就補拍翻嗰段片嘅。哇！呢度好黑喎，真係黑掹掹，黑掹掹點解咁？邊度揾燈先得？我開咗燈，我揀入嚟，黑掹掹 OK。有雪櫃啦，其實有啲黑㗎，入咗鏡頭唔覺咋。咁睇睇先啊！呢度未插蘇啊！嗱，而家呢度咧就有條樓梯上邊，哇！好鬼窄啊！呢間屋都好特別啊，真係睇唔睇到？咁樣上先得。所以啦，坐住輪椅啦，其實好多限制啊！即係揀 Airbnb 都好多限制啊！呢啲屋你一定揀唔到，死啦！上唔到添，哎呀！原來呢間屋係冇 view 㗎。好彩住6日啫，好就係咁啦。有個廁所，轉唔到身添。好啦，俾個正面大家睇下啦，唔好睇我個樣，就係咁啦。睇下我就咁揸住個鏡頭，呢度有個廁所。冇驚喜啊！呢個 Airbnb， 不過都 OK 啦。我最怕住得太細嘅地方。哇！呢度都仲有個電視喎，有櫃。OK 啦，OK 啦，呢個叫做扮到好似屋企咁啊！睇下先啊，扮到好似屋企咁啊！好啦，再落翻下低。好啦，介紹完啦，呢度冇咩好講。sorry，OK，哇，哇，而家試緊呢個嘢啦。呢個唔知咩嚟㗎，睇我冇味先。甜甜地，好多汁，唔知咩嚟㗎。係點做多次先？Bien mojadito.
喺呢度食呢個包，唔知點上鏡。